台北市长蔣万安今日出席28的纪念活动，致辞较无1分钟，就抗议团体冲上台去抗议。进前呢，蔣万安致辞时表示讲，伊亲历台北市长深深为726年前发生伫台北市大稻埕天马这个地磅附近的这件事件，进一步致诉历史伤痛的回失礼。伊也毋过呢，这个伤痛伊本身是蔣家第4代，尤其是伊本身又阁是台北市长的身份，下晡参加这个活动，这个真会主的就是讲，伊这是伊必须要进修的功课。 很多时间在准备228的演讲稿吗？面对发声，弹头微微笑脸，台北市长蔣万安上任了后，参加头一个228纪念日，才会接受您的道歉。身兼首长含蔣家第4代，伊行为拢互大家伫咧注意，敏感的身份嘛，互大家轮流咧交接。你应该要对蒋氏父子在228事件之中与白色恐怖事件之中犯下的杀人罪行公开致歉。蒋万安出来代表蒋家，应该要同时负担协调这个遗体的处理。毛兴台批评蔣万安收刮两蒋政治遗产，就应该负责处理两蒋伫咧自黑的问题。几若千万维护费用，不应该是全面咧出。嘛骂蔣万安选前讲要甲中正纪念堂改做是台湾建设纪念馆，选后煞无咧准文。国民党议员曾惠珠伫咧内面册铺文，讲有民众这期马英九进前特别参加228纪念活动，伊伫咧回失礼，结果嘛是特别参加活动，拢扣骂扣夹扣配喙烂。蔣万安敢是莫去参加活动啊？不过曾惠珠认为蔣万安是蔣家第4代，嘛是228事件发源地台北市现任的市长，所以伊愈需要去面对去处理，这是伊的功课。来，大家小心哦。 无论伫咧倒位举办活动，台北市府为民国86年228纪念馆开馆了后，当年拢会举办纪念仪式，每一任的市长嘛拢会来参加。这嘛是承接蔣家历史的新任市长蔣万安爱面对课题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